财政部公布2021年度综合所得税的计算结果，在新德市东区的关新里，平均所得是小连续4档排全台湾上悬，有374.7万。因来以县市来分，新德市平均所得是152万，同款是全台第1名。隔壁的新德县平均所得是139.5万，头摆超过台北市，摕到第2名。来到全台所得上悬的新德市关新里，看到一栋一栋新起的大楼，毋那附近生活机能好，各公园会当散步运动，而且这里新德科学园区只需要10分钟的车程。都是在园区工作的竹科的新贵嘛。那疫情期间，其实各行各业大部分都是不好的。可是大家也知道，因为疫情期间晶片啊、科技业这个是一枝独秀，反而是逆势上扬。所以我在想，应该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因为其实疫情反而园区工作的这些上班族的薪资反而是逆向成长，而且是大幅成长。根据财政部所公布去年所得税结果，住在这的人平均所得374.7万，而且已经连续4档全台上好野。若是以各县市来比，新德市平均152万，同款全台第1。新德县以139.5万，头一摆超过台北市。里上啊，大部分还是以外来的人口比较居多。那这些外来移入的这个住户，大多数都是在科学园区这个就职。这近几年，台积电在宝山乡竹科征收140公顷，进入了3奈米以及2奈米的制程厂，让我们宝山乡目前是蓬勃的发展。虽然平均所得是全台第1，不过关心里的厝价嘛是无俗。去年的厝价已经比前一年起要挖3成，目前平均一平已经要挖50万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